迟墨，你回来啦？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只想亲手为你做一次饭，来弥补我当年从来没有为你下过厨的遗憾。怎么样，惊喜吗？郑宝珠，惊喜没有，惊吓倒是有很多。你还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吗？为自己喜欢的人做饭是一种幸福。我当时没有体会过，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。迟墨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做给你吃。郑宝珠，你不要再演戏了，因为你说的这些我根本不记得。当时他的表情可逗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我觉得也特别好笑。所以你这个就是，哎，流星雨，哎，你看，快雪，哎，真的，好漂亮啊！好漂亮啊！你看，哇，真漂亮！哇，那还有，你看到哪儿去了？对啊。哇！哎，迟墨，你这是新一轮的对我羞辱吗？啊！宝珠。迟墨，你肯原谅我啦？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？嗯，来尝一下，好吃吗？宝珠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汤，你尝尝。这里边的蘑菇我切了好久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汤。如果有什么不好的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改进的。你看，我都切到自己手，好笨啊！相当不错。把这个再做一遍给我看。啊？如果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，那你随便选一样还原给我看，我想没什么难度。郑宝珠，以前的迟墨给你做饭的时候，可不会找那么多帮手。郑大小姐，我郑宝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放低过身段去讨好过别人。为了你，我没有怨言，我心甘情愿。迟墨，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？喂。啊，金秘书，你说。老板，老板，该起床了。金秘书，才几点？你是不是定错闹钟？老板，您今天的行程是上午8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在公司的大会议室；中午12点核心媒体部会餐；下午2点您还要别说了。石总，客户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今天行程改变，我另有安排。改变行程？可是之前的还没取消呢。表哥，放轻松，别一天到晚一副天要塌下来的样子。笑一个，对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人呐，就要明确分工，有人赚钱，有人就得做恋爱永动机，有赚有花。
这才符合大自然的规律。那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？大哥，我去约会啊，你帮我？不是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走了。老板这是怎么了？听说他昨天和郑小姐和好了，应该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吧？是吗？这是好事啊！得让姨妈知道。走，跟上去。你说这个旧情难忘套餐还挺有效果的哈。昨天晚上一个昨日再现就打动了他，今天我该怎么做才能彻底收服他的心呢？我就说吧，你只要按照我的这个步骤，一步一步的往下去做，我保证他能投怀送抱。都这个点了，迟墨怎么还不来找我呢？他昨天晚上说今天来找我，不会耍我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据我所知，这迟先生不是这种人呢。他以前不是，现在说不好。我要去找他。哎，这。聪明聪明，要一起吃晚饭吗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马上就去公司找你，等我啊。老板不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吗？显然不是。好烦。肯定是个女的吧？其实是我的初恋。3年前我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，然后我们就分手了。之后一直没联系，我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总是找机会要跟我复合。那你会跟他复合吗？你希不希望我跟他复合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的好笨蛋，你还不知道我心里只有一个人啊，那就是你喽。接吧。喂？什么？哪儿啊？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聪明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他跟我说他出车祸了。人命关天，赶紧去啊！但是现在这个点，高峰期肯定堵车。我有办法。喂，老方，我要发一个急件。急件？哎呀，兄弟，我只能给你送到这儿了，后面这块区域啊不归我了，你就跟着我这兄弟走，他保证给你送到店儿，啊。慢点啊！大哥，这车颠吗？你没事吧？哪儿受伤了？脚。脚啊，脚我就不看了。郑宝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没受伤就不要骗我过来。走了。迟墨，你别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
我告诉你，自己崴的脚，含着泪也要给我走回去。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，你为什么都不承认呢？你说我在乎你？对啊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城北，现在是晚高峰，车况一定很糟糕，而你却在半个小时内赶过来，你还说你不在乎我？哎，你非要逼我把话说那么清楚吗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本来呢，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告白。我呢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，在新的感情出现之前，我一定要处理掉旧的感情垃圾。现在新的感情出现了，所以我当然是要来处理旧的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女人，懂吗？你上次怎么说的？对不起，郑小姐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被那个郝聪明给迷惑了。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背影，的确是梅克兰美的郝聪明。这世上最恶心的事情，是前男友找了个处处不如你的现女友。开车。是。天菜，天菜，你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也不知道你和前女友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。笑笑，喂，聪明，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啊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要回家了。关于前女友的事情，我想我已经处理好那些感情垃圾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郝聪明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现在就要跟你在一起。喂，聪明。怎么关机了？果然，前女友是不可战胜的。喂，我的行李呢？你不是打电话说在你这儿吗？你喝酒了？根据女佣雇佣合约，你不能喝这么多酒。看样子，你做个女佣都不是个合格的女佣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就是做什么都不合格。你说过，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，要么是非常有能力，要么就是极度平庸。可能我就是那种极度平庸的那种。我好聪明，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。郝聪明，你发什么酒疯？赶紧给我醒醒酒去！我明明没有抄袭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说我抄袭，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？你们还骗我！明明有前女友，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？你告诉我，你说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进来。老板，这儿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名。
哦，金秘书，你让兴盛珠宝公司的前负责人过来见我一下。您不是一直都很少管兴盛的事儿吗？是的，我现在就去。陨石系列要上市了，可是池氏集团没给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说设计稿的归属问题。这可是我作为珠宝设计师第一次设计的稿件，心情真是糟透了，还要被下放到商场做民调。不过也还好了，趁机看看客户们都是什么需求。陨石系列谁给你的？是设计部研发的。你要知道，你自己坦白跟我查出来，两者的待遇是不同的。发生超级事件后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暗中打听，查到的是郑宝珠小姐的助理，就没敢接着查了。金秘书会对你做新的安排。出去。池总。聪明，聪明，池墨，你回来了。池墨，哎，聪明，你别喝了，你怎么喝酒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要你管。池墨，你这个大坏蛋！明明是我的设计稿，你非要说我抄袭，还搞什么女佣雇佣合同，说什么保护我。要不是你要追查什么车祸，我至于被别人跟踪吗？聪明，你说你跟池墨一直住在这儿？池墨，你个王八蛋！对我的女人打主意。长得好像小小啊，只可惜你不是他。可惜他还是别人的前男友。聪明，没有啊，我那天还有话你没听到啊。我那天说我要处理好以前的感情垃圾，重新给你开始。但是你也不接电话，你还跑到这儿来，自己在这儿喝闷酒。聪明，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？啊？我昨天晚上喝醉酒，是不是跟池墨说了什么？shit！ 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
它就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发明，没有之一。哎，表哥，你站着干嘛？过来帮我弄弄啊！我就是，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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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金秘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？按照您的吩咐，都已经办好了。可是您确定要这样做吗？你有异议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Let's go， 走啊，快点！哎，聪明，来，聪明，哎，你坐啊。怎么了？冷啊？那个，你去把空调关小点。好，对，把空调关小点。啊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要给郝聪明女士开一个道歉大会。什么？道歉大会？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就是表达我对你最真诚的歉意。金秘书。这个呢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书。陨石系列确实是我们无耻的剽窃。是撞车，同一次。你不舒服啊，金秘书啊？没有。我今天来，不仅把陨石系列的创意还给美克拉美的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女士，恢复其名誉权，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我们池氏集团全部赔偿。我池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为难郝聪明小姐。你真的是池墨池大爷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那你会不会后悔啊？这件事情，段经理不为他在意细节。池氏集团将发表声明，陨石系列的创意归美克拉美。当然，由此造成的损失，我们池氏会进行赔偿的。至于其他的嘛，我想我们都是生意人，总有合作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您说的有道理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对哦，不能后悔。哎，这样，我来教你吧。你拿着这个，我们拍一张照片作为物证，好吧？来，你来跟我拍。哦。你快点啊！来，1、2、3，好了。再来一张。再来一张，拍脸啊，脸。我想想啊。哦对，手机给我。我再录一段视频，好吗？关于陨石系列的事情，确实是我们池氏集团无耻的、不要脸的抄袭人家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小姐，所以对此我池墨感到非常的歉意，我真的是太不要脸了。金秘书，你要是真生病了，你就去看病啊，免得外人说我们池氏集团虐待员工啊。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对付你自己吗？哎，你不用管这些。这样吧，大家都来合个影吧，快点，就是你，还有你啊，你来拍，
请您请。不管他是没吃药还是吃错药，终于还是还我清白了。加油，好聪明！今天我一定要跟好笨蛋完成我的告白。小小，聪明，我们和好吧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你帮我拿着吧。